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不娱乐呢个节目。今晡日啦，乡亲们来上介么大地方咧，大家都当熟了个地方苗栗，所以图大家而家变认识很好亲密个东西。咁讲大家都当熟了，你係咪真是对呢个地方当了解咧？你今日绕墙头裏邊咧，好好嚟了解嗰個地方，俾大家都好好認識一下，有乜嘅新奇嘅事情，有乜嘅好搞嘅法堂。所以大家來分享你今日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小田農場嘅負責人，佢係澤福。大家好，乃推澤福，我們是小田農創。歡迎聽你繞牆嘅係你今日嘅天意界嘅裏邊，佢係馬莎咧，佢係讀後龍灣工作坊嘅志工贊福，分享。大家好，我是贊福，也是你們的志工。歡迎分享哈！聽你咧繞牆強榮係來自後龍灣工作坊嘅強榮係志工啊哈，小英。大家好，我係小英，我係後龍灣嘅志工。分享。今日來賓來到亞片後，大家一談就知，其實小英就係苗栗嘅客家人，錯嗎？對，然後贊福是我們的客家女婿，昨天去創業的。對，其實你本來是住在彰化總發聰嘛哈，然後呢，去那邊求學，然後就開創了一片道路出來，在那邊，然後就創業，然後成家立業，對不對？就直接落地生根。落地生根，嗰時候去到嗰邊青斗年嘞，聰嘛？我86年就進去了，到現在聯大畢業。對。我覺得蠻可愛的哦。你堂弟共發，我80年就進去了哦，有客家人的感覺哈，有嗎？好像有一點。對，然後就真的在那邊落地生根，成家立業，好像應該也很開心，有嗎？看起來很開心。就比較淳樸啦，你不想太多啦。應該不敢講不開心，因為老婆就在旁邊。不會，真的不會。對不對？好，那這邊是我們小田農創的負責人，歡迎。好，康偉真的是青後上嘅後上你，其實在苗栗也很多年了。對，大概8年的時間。對，可是原本也不是苗栗人。原本不是，但是今年開始是嘍。今年開始在苗栗的公館有一個小小的住處了。太棒了，歡迎加入苗栗的行列。終於。真勁好。咁啊，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就會講，其實苗栗這個地方啊，客家人大家都知，唔係客家人也知，因為苗栗嘛，大家都覺得那邊其實是一個。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客家的聚落，對不對？可是你呢，一開始錄節目的時候，我就跟大家這樣講說，這個苗栗這個地方怎麼樣？這個澤福立哥就說，你真的認識苗栗嗎？你真原因是黑毛，你覺得對你來說苗栗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因為你在那邊做了這麼多事情。因為我其實是台中豐原人，那我剛開始到苗栗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就很好奇，因為大家都說苗栗好像很不好。好像一堆負面的新聞，可是我實際進去以後，其實苗栗一直在給我家的溫暖這一塊，因為我自己的爸爸媽媽是在大陸工作，所以變成說就是有點內心有點空虛寂寞，覺得對，那就是在進苗栗這8年期間，每當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苗栗都會伸出手來救你。是，所以其實你在苗栗對於你來講。苗栗，你是一個你其實變得好熟悉。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在那邊好像組織了一個像更好的團隊。對，那所以也會在苗栗做了好多的事情。對，你可不可以簡單的講一下？對，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在苗栗聯合大學經營管理系念4年，在想說，我念那麼多年的書，是不是可以我以後工作跟它有相關？對，然後所以我就是後來就想說，那。接觸到社區營造這一塊，還有農村體驗這一塊，我來試着做看。對，所以我那時候帶着大銀行存款1600塊，嚇死我了，我以為1600萬，1600塊而已，快，但一個禮拜就燒完那種，對。然後就騎了一台小布布，然後就到那個苗栗竹南的一個小小的社區叫旗頂，然後就在那邊駐紮。那時候我還沒有住處，而且我也不認識那個地方，我唯一清楚的是 ，OK 那邊講閩南話，我應該好一點點，對。對，然後第1年的時候，其實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就是推那邊農村體驗，僅限於那個小社區。所以等於是你一開始就先到那邊推農村體驗的活動。對，因為那邊非常多的農夫都是阿公阿嬤等級，70幾歲以上的農夫，在那邊至少20幾位以上。是。然後想說，那這邊可以做什麼樣的設計呢？然後想說，就做農村體驗好了。然後就是跟農夫講說，我什麼時間點會帶人來你這邊採你的農作物，那採完農作物的費用就直接交給你們，我只收我前面規劃這個費用而已。所以那時候的價位大概一個人是350塊。超級便宜的，1年去體驗的人，對，1整天，
就是我亚黑讲，像我去苗栗体验按用个农村的发通，就350Q就做对了。没错，那真的很棒哎！对，一年我就办了50团，我为那一个小小的社区带进了500多个人。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对，其实，对，其实董也唐以了被吃豆公，那好像就是一个很棒的农村体验活动。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你等于是在那里慢慢的从一个小的点，慢慢的扩张到一个比较越来越大范围的一个我们讲社区营造也好，然后整合很多的资源，对不对？所以慢慢从那边开始就开始整合很多的资源。对啊，所以到今年我们开始把整个范围，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只仅限于这些小小社区，我们但是太多了。我现在收集的名片总量大概是400多张以上，然后就对，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翻，所以就等于是全部苗栗所有的乡镇。对，今年我们就开始扩张到苗栗18乡镇，全部都可以做了。基本上现在80%苗栗的资讯都可以办法回答。对。真的好，那所以以后如果有任何苗栗不懂的地方，就大天发问题就走对嘞。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观众朋友会说，要去苗栗玩哦，要去哪里玩呢？大天发问题要走对，对不对？真的是不是？秀莹一直点头。是。所以不过除了其实你们也结合很多的小农嘛，比如农村体验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跟我们等一下会按钮你，其实像慢慢扩张，听说你连怎么样海的也包了，是不是？包山包海的黑吗？没错，我们原本只有做山的，后来就是今年开始有碰到海的，比如说在后龙这个地方。后龙有就是全台唯一2个保存超完整的石户，是我们去石户捡海螺、腌海螺，教你什么叫做道卡斯族。这边有个平埔族群叫道卡斯族，他们的文化就是腌海螺。那我们透过这个小小的活动，让你全部都体验到。对，所以其实真景黑保山有保会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仙科？有嘛，有仙科，对不对？你如果讲到仙科，泰卡就会知道，哎呀，那个好像比较普通。不过海螺真的很少哎。对。所以这你看已经这么扩张，可不，你刚才就直接提到后龙湾要在梯峰，就是你们嘛，对不对？所以你后龙湾工作坊也是类似按用你的一家平台吗？还是按用给团吹？都可以讲，因为每个都有自己的行业，那只是为了一个理念，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像以前的那个 FB， 我们是大家脸书认识的。哦，真的。对，然后真的聚集起来，就是做了一个市集，就是类似夜市的概念啊，就是把自己会的拿出来。有些卖木瓜，有些就玩气球啊。还有一些卖自己手摇饮料啊，都有。所以你们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平台，一个小空间，黑冇？对。好，我有问题啦，问题讲给用的一个空间，提供你这个空间是大家来聊天的空间，黑冇？是啊，创业辛苦谈啊，因为每个行业刚毕业，什么都不会，然后想做什么，这边平台可以提供给一个 idea，每个人会的不一样。哦，真嘅，故说。简单讲，你哋苗栗按用嘅地方有一个空间，对，然后泰卡一讲有冇该点子，有冇该想法，有冇该技术，有冇该技能，提供你给片，泰卡就让大嘴鼓，然后整合大家的力量跟资源，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办活动，做这样讲嘛，一个比如就你刚刚讲的小市集，对，就泰卡就做这碟给片，发展你们的技能是这样。那你们自己的技能，你们。我们的技能啊，我们的技能可以看一下这边现在流行的一些干燥花，所以苗栗应该说淳朴的地方，很多这种比较流行的东西很少，是真的都是比较封闭啦。像你说12里啊，结婚的概念，苗栗真的还是很淳朴。应该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讲。用很正面的角度讲，你刚刚说12里，对不对？其实他们还保持着很传统。黑某师，你做的很够嘛？要吃肉饼，现在都吃朴实。对，还是朴实传统的东西都在里面。在会吃肉饼，你现在吃。没，现在很多都市的人结婚跟时节都希望可以遵循传统的方式。你们泰卡都是给西式给变，你们国家还有青岛跟黑商，你结婚跟时节想要找回去是给种较传统的肉饼。对，收银黑毛，你的结婚还是肉饼吗？黑啊，黑不黑？黑啊，是不是很好？所以降到只有1层是麻薯饼，没有，其实就是整合。所以其实你们在里面，所以你们有花艺，对不对？你们也办过气球展，黑吗？是呀，是呀。怎样气球展？最比较平常的都是百货公司里面的气球展去支援啦。那我们自己在地办的，就是有一个老的地方，那里面放气球有什么感觉？就3月创立一个气球展。哦。
然后就会有一些市集就会聚落啊，我们把人也吸引进来，对不对？然后每个想卖小物啊，或者是炒米粉啊、炒面啊都可以。哎，你真的很厉害呢，卖小物，然后跟炒米粉立刻就结合在一起了，黑猫。就人都是习惯啊，会群聚啊，对啊，你这边有人潮，自然就有人，可不可以进来啊？我说 OK 都可以来。如果迄讲，我就贺龙湾客栈到位啊，其实就落福的嘛，60人年也100人年呢。东路的红砖，可是你按我给肉不黑梯是自己家族留下来给肉不黑去租的。租哎，那是后龙一个废弃的三合院，然后我们客栈，我们后龙湾就是把它承租下来，命名叫后龙湾客栈。是，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肉不给嘛，按个就不用给狗也海，就是一个现代跟传统跟融合跟结合，对，一个结合。不说按我给工作坊，比如一般给你做的去这边看看聊聊的嘛，都对啦。嘿，不说唔黑单纯去大追。泡茶的地方听听，就我们一般的游客也可以去参观一看。大水谷唔系嗌到大水谷，嗌到希望較多嘅人來大水谷。哇，其實哦，像前面唐基都來講，其實真是到苗栗了只地方吼，盤了檔都解同大家做啲而家邊行聊聊一看。咁講咗嘛，係新時界快同做啲分享呢，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同你講。东方伊做的分享有群来自苗栗的后生人吼，仅仅吼，大家对苗栗真的是很熟悉，对不对？不过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其实不管是黑龙湾，也还小田农创鸦片，真的就是整合很多的资源。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是更深入的，它层面可以活络整个社区，然后也让在地的很多人，不管你给技术黑马，比如说你说小农、从冒号中东西给，也还讲像是有技术的，像你们刚刚讲气球，有些有艺术的，我们都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办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像上一段就有提到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对，比如说有什么样更具体的活动，而且是现在要他看节目给你，黑供你真营销会参加，还是有机会参加的？哦，现在有机会参加，对，你点到重点了。那现在在后龙这边，我们设计一个体验叫无锯野炊，哦，从头到尾大家可以连炊具还有烹饪的过程，大家都自己设计。现在这个无锯野炊的体验，自己设计。对哦，我们全部都用非常自然的元素去做设计，所有的炊具。那当然食物也是可以的话，比如在海边，我们就直接海味直接进来这样子。比如说山味的话，我们就是用山味进来这样子。那这一个活动体验现在是从1月到12月都可以的。哦，所以随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不同的。对，然后每个月我们会再加新的东西进来，比如说就是我自己会想要做的体验的部分，就是还会再包进来，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有工作嘛，对，那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是我农村体验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就是把他们的东西一起包进来，比如说哦，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这个体验要做一个餐会的形式，是，那我可能需要布置，我就会请就是小英姐跟詹富克这边来协助，对，那我们需要小农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请后龙的红香阿姨的很棒的金石地瓜，有机的番薯，对番薯，然后那个阿图伯有机农园的红心芭乐，有机木瓜，莴苣，还有火龙果这些，全部都会载体给，全部在地。还有特殊的西瓜，夏天它那边是沙子种的，还有花甜味都不一样。特殊的西瓜，因为是沙子的地，因为它是纯沙地去种出来的西瓜，它的甜味跟水分会比起其他地方的更美味。对，吃过流连忘返。对，流连忘返。起码我觉得啦，你在外面吃的小玉西瓜，你觉得口感不一样，是甜度整个都不一样。感觉上有战富哥的品质保证，蛮值得信任的，对不对？爱吃，然后你给搞成功，他说你供后生东西就真给黑后事，所以就像泽普这边讲的，就是整个小农一起合作，对，然后需要的食材就整个带进来，没错。哇，好棒哦！安永你也可以让当地的小农有参与感，对，然后他们也会很有成就感。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很多人来苗栗，最基本第一个要先满足吃吃喝。对，我们先解决他吃吃喝喝的方式，然后请小农这边支援材料，非常的合理啊。也没有，我觉得不是说要先满足吃吃喝共争赢你脑你之间给熊出一开始破冰的关键就会吃吃喝喝嘛。
笑那么开心。说实在话，你看俺明明是你，明明是俺，我们要见面，我们要一起办活动，一开始就是先吃东西嘛，这是破冰的关键嘛，对不对？吃吃喝喝之后，那个感情就不一样了，就会做更多在地的，比如说文化的认识啊，对不对？小农一些你刚刚说的农村的体验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你刚才讲的野炊的一个无惧野炊的一个设计野炊的这样子的活动。对，所以你们也跟很多的小农合作，对不对？对，他们在布置在后龙湾工作坊这边布置的时候，就有跟小农合作。好，所以你们也有习服市集、糖贡，大概习服市集就基本上可以吸引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小农，你可以来这边把它当成一个平台做广告，因为来你不知道他是哪边的人，他可能是台北，有可能是台中，还有可能是国外人来这边。你是说游客？你要公黑游客 ？OK， 是，不好意思哈。那在地人基本上习惯的东西就觉得习以为常，可是外地人觉得，西瓜的吃起来不一样。又提到西瓜，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吃过就知道。就像秀玲问一下，给青蒿丝西瓜黑吗？蒙蒙的哦，对，因为大家听到的都是大湖草莓啦，这些比较精致的东西真的要进来。而且季节对，你才吃得到。对，所以习服市集就是你们就是会集合菜品，我们会开放给就是后龙的很多的小农，那你就是申请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可以让就是提供一个场地，让别的游客可以知道说，苗栗不是只有大湖草莓，我们还有后龙的沙地西瓜，还有后龙的花生。台湾能产花生的地方没有几个，我们后龙就是其中一个。那摸一下该花生后什么？好吃，焦吐司，味道不一样。因为刚大推西瓜嘛，对不对？所以摸一下还在不跟你是给花生刚公用就基本上东西都很自然啦，然后味道也很天然。你说加其他东西，你在外面吃就感觉不一样。对，而且不但加按钮名哦，其实有按钮可以习服的市集，其实你们也很注重环保的结合。对，有没有？对，因为我们后来在发现说，我们在看我们家乡的环境，尤其是苗栗，对啊，现在搬到公馆可以讲家乡。对，在后龙苗栗这个地方，其实比较靠海的县市的时候，其实他们沙滩都是会蛮脏的。那所以我们会就是跟后龙工作坊这边一起去参与净滩的活动。对，那我们净滩的 bonus 就是额外的福利，就是无惧野炊就在旁边。可以吃一片西瓜。对，大家先动一动，然后吃个东西。对，像海边捡完之后不是漂流木啊？对，你只要带一根菜刀就可以处理到一些餐具的问题。它就是无惧的东西，可以生火，可以干嘛？它就是。我刚有点吓一跳，我以为讲，净滩沟黑有没有做吃东西，吃东西又要拿菜刀去把漂流木拿来，我想说要做什么事，我还想说自己做艺术品啊，放锅具你锅碗瓢盆都不用带，那漂流木就是你的天然的。中间挖空，以前古早的那个碗中间挖空就是碗嘛，那就是有刀把漂流木挖空，旁边削平，它就是个碗。所以吃这一餐饭也蛮辛苦的哈。就是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玩的好玩。对，其实是好玩。不过泰卡有讲到，比如讲，记得周安勇给发通给世界有净滩的活动，对不对？其实共识开发再次的跟这个熊群培欧蕾强调，其实这样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真的，我们真的只能，我们虽然很尽力，但是也只能做一点点。那个垃圾怎么捡都捡不完，对不对？所以最原始的状态是，大家真的不要丢垃圾，要带着走，要爱惜我们的那个环境，真的。因为泰卡贝知道讲，有青铜给你，不管是深入海底，然后要结合志工去做净滩的活动，最后会发现，你每天这样捡，永远都捡不完。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地方，因为我相信你们会做按钮给按款拨给问题，就会希望讲泰卡做的更珍惜泰卡给土地，尤其是像你们现在在苗栗这一块比较深耕经营。对，这个是属于环境教育的一块啊。对，所以其实后龙工作坊做净滩，可能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只能做一点点，但是我们是埋一个种子。大家其实看到那个情境，我们的操作情况是这样，就是大概捡10分钟以后，会发现天哪，真的捡不完，一下子就10几袋垃圾，那个真的捡不完，所以。这时候就是小朋友如果在场，我们就跟他讲说，就是所以我们平常要做好垃圾分类回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天然的环境教育场域。对，像我上次办的气球展就是这个理念呐。那你再不做环境的话，那永远就看到羊啊什么就是一个雕刻，你只能看到标本。
你只能看到图画，你看不到活生生会在你面前叫啊，你可以喂草的，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苗栗的保育类动物石虎啊，现在开始绝迹了。对，所以保育。所以他们现在环境教育也有一块是在做石虎的课程，教大家认识石虎，还有其他濒危的物种有哪一些。所以有这样的课程，有对，最简单的讲法，教猫和石虎差在哪里？很简单，眼睛这边有白点，还有耳朵后面有白线，这就是吉安石虎的最主要特征。白点跟白线，对，所以课程是你上吗？不是，我们还有专门的自然生态协会的总干事会上，所以有专业给欣赏来，专业给欣赏来松口。里面那个杜峰的职工之一。哦，对。迄个我按用个口场，迄个保命也用诶，保命这样做的去松口呀。保命做的嘞。呵呵，顾总，这就是真的就是类似。按用给环保给口场，要是认识生态的课程。上网找，据说找到你找自然生态协会，或者找石虎米，就有那些课程可以做体验，包括农村的稻米啊，还有赛稻种稻啊，它有自然人的耕法，不撒农药。那当然就是老天吃完才有我们的份，因为就有虫那些在吃嘛。对，可是你会看到很多生态在那边跑，你就觉得原来农田是这么的热闹，对。哎，真景哈，这样听下来，突然变得就是有文有武，对不对？然后18般武艺，对，然后有山有海，就整个包山包海，然后整个文的武的都被你们包起来了，对不对？周大人讲哈，应该是这么说，因为真的后收财，对我们只是一个平台，就是你要的我们都有，可是怎么样开发，怎么样的让它发芽，让大家知道苗栗是一个好地方，对。真景哈，好像百宝袋哈，真景因为后会问问题的时间，都得问出青豆，超乎你想象的东西，我觉得好玩啦。我们共识开发对于青豆给你来讲，其实尤其杜思你，他真的没有农村体验的经验。那如果去一次之后，你就会知道哇，念了迄暗后搞的事情。这边班很用的来割下来，还要打米，还要筛米，还要烹。要的这个一个过程，看过张有这个感觉，会知道啊，真的是粒粒盘中孙呐，真的很辛苦，错嘛哈。不过乡亲朋友，记得除了按应该发通叫贴片为人他制作嘅发通，係乜嘅發通呢？大家聊下，等下就再嚟講。因為大家小解讀苗栗嘅地方，其實有群後生人吼，要按用解組織，按用解吞嘴來講，按用解平台吼。不過挺有意思嘅係乜嘅東西？你們有幫客人客製化小旅行，係冇？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有推出制式化的体验的行程，但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啊。对，有些是可能是共学团，共学团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他们都是小朋友跟老师过来，他们是坐火车过来，所以你要处理到接送，你要处理到过夜，然后你的行程都不能太硬，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会累。对，不可以太出众啊，干嘛之类的。好像是定型，怎么？对，他们都喜欢用餐盒带着走，然后有些就是中餐还不吃，就是还要再催一下之类的。对啊，或者是科技公司他们办员工旅游，办员工旅游可能就是他们来的是游览车，游览车的动线跟小车可以来的动线又不一样。对，比如说你们就会有按有特别安排，比如说你觉得对你来说挺有意思的，也还比较印象深刻的客制化小旅行很有。印象深刻是一个部落客。真的？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从我从开始创立客制化旅行到现在，我们都不做广告宣传。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有部落客来找我们是很感恩。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聊说，就是他觉得苗栗这个地方，经过我网站的介绍，那时候已经耕耘1年了。他觉得很好，所以他说他想要帮我揪一团，那我们来苗栗这一边就是踩到爆这样。所以那一次印象最深刻，是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一台摩托车，但是有的顾客是来了60个人，当天我就拉着12台车，跑了4个农田，然后走的时候他们后车厢全部都是农产品。所以那一次的旅行，对于记者来讲，其实就会去挖掘在地农产品的旅行，可以这么说吗？对，它就是一整天的
农村版的 Costco。找货这样，对，然后你的车子就是你的采购车这样。他们是哪里来的一群？桃园。桃园。对，桃园的朋友。那后来就是我们在这一场里面，我们去问就是顾客，因为我都会问顾客，觉得说，今天这场怎么样？对，我们有什么需要改善的？然后他们说，很好，很好，下次来的时候希望有这么多农产品。对，我们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到。直接跟小农接触，直接下去，直接对，而且我们的小农都是7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好感人哦。对，有没有 ？Hito 给片看到给70岁的手，对不对？70岁的脸有没有？没有，70岁的技术更夸张，你绝对不会想到74岁的阿嬷一个人种了5000颗西瓜。一个人种5000颗，这只是他其中一块地。但现在没关系啊，现在有战夫可以帮忙。对啊，帮忙。对，战夫大哥可以帮我这样。对啊，其实因为我们在跟农夫，在客制化旅行前段，其实要花非常多时间。那我们要怎么跟农夫破冰呢？特别是我跟他又不熟，对，有可能就是也讲不通话啊。他问一问，我们也会去确认。而且，你有讲的嘛？安用给阿婆啊、阿爸，其实佢都会亲厚给你，佢都很喜欢年轻人。不过，你看到暗黑想跟年轻人跑来跟我讲说，要跟我讨论我种的东西，一开始也会有戒心。对不对？一开始还是会有一些讲啊。对，所以我们的破冰方式就是，我跟你一起种，所以你跟他一起，你除草我也除草，对，然后你要挖沟我也挖沟。这一招很厉害哦。就是我先成为你，我们都是在地人，那我们先成为你，对，我们就可以去比较方便去知道说，原来你的作息是这样。那共识采访你该用时去天数夏天给时间去除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蛮累的？我还是你做5分钟就说，阿鹏还转流。我是没有，还蛮坚韧的，但是有做到中暑过。有中暑。因为早上起来，你知道5点半起来太冷，所以我就是下比较厚的衣服，然后一去，然后农夫就说，要搬那个秧苗，然后那个秧苗其实就是你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大家一直来拿秧苗嘛，就丢，我从早上7点丢到中午12点。你5点就去，你2个时间。5点就到那边了，然后我们7点的时候正式开始，因为前面农夫要讲一些就是前置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连饭都吃不下去，因为完全中暑。然后就是你怎么不脱一下外套？没有时间，农夫没有办法有时间停。他们在搬秧苗的时候，那个你就跟阿鹏来青年，昨天脱一下外套，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对他们说不行，然后他们会说，就是你怎么看起来没什么力气？你应该是你应该是太瘦了，没有力气，所以他们就灌我冰啤酒，想说可以加力气。你说搬秧苗的时候吗？对，就是那难怪会中暑啊，你吗？就对啊，然后你知道中暑晕就不舒服，然后又灌啤酒，不行。所以那一天我只有做一半而已，下午就跟农夫讲说这不行，那是最痛苦的一次。泰嘎有抵你中暑吗？有吗？知道你不舒服。后来他知道了，后来他知道的时候觉得这样应该也不行，好吧？对，然后他说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我说不用了。你下次做有个事情，你要去找战富哥，你可以就会请走地给用诶。没有，战富哥问人经验应该比我经验好高一点这样子。不过公司采访，其实泰嘎不知道该安用给工厂1星期大嘴骨安用诶。不过真的你就是亲自去体验，可是对你来讲，因为你亲自体验过后，其实你给感受也没共用，你对于他们的心情、老态度，你也会知道，其实他们是这么样的辛苦，就像秀莹讲的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安永给工厂，你自己在做安永给发通给时间，你的心情跟感受某种，你会更感恩，而且会更愿意去做这样的付出跟合作。对，就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到底出来做什么样的工作，就跟每一个想要回来家乡的年轻人一模一样。对啊，那我们只是尝试用一些实体的方式，我们去做一些小尝试，因为年轻人没什么包袱。比较幸运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啊。幸运的我们成功了，那我们就继续做，这样子。那包括跟后浪工作坊这边也是，我们就是扩展，尽量扩展。我们这边就是我觉得苗栗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地方，大家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就刚刚讲了聊聊天，然后突然觉得这个可以做哦，走对，然后我们就做。对，然后就成功了，我们就继续做这样子，慢慢让它累积起来。是，而且亲有一些给就会讲，你自己这样子一路走下来，其实慢慢的你会开。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你刚刚讲我们可以做这样东西，最重要是把苗栗整个，我觉得是比较深入、比较深根的把它活络起来。对啊，对，然后你想看啊，你都得出60给你有吗？63，
去搬那些小农的60岁，会生一台茶40年，做生台茶的道呢，对啊，生台茶好掉装满的那农产品，你看那是多少的量在那里？而且如果说是有那种小学生，要是小朋友来公司开发，其实是按照给东西，比如裸胚呀吼，有没有？其实他们不知道是种在土里的，他们以为是种在树上的，对不对？所以对小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我们有遇到那种很奇葩的回答，啊，榴莲不是长在天上吗？西瓜不是长在树上吗？你们这是应该是说故事的活动哈？没有，就是他们给发通，他们就是看到那个现况以后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子？你们种的好奇怪哦。他们反而觉得我们奇怪。想想看，这就是代表你看学校的课本教育，其实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游客的回馈。对你们来说，你们有没有遇到像他这么有趣的这样的游客回馈？就是我们自己在做气球的部分是，来参观的游客他们会讲说，哇，原来气球可以做成这样子哦。像我们做一个国王的椅子，哇，气球可以做，会不会破？真的是可以做，让你坐在上面拍照，像椅子坐着，真的可以做，真的可以做。就会熊亲朋友呀，看到给胸片就是有很多用气球做给艺术品，所以。是蛮恐怖的，因为气球可以做，因为你知道气球一破掉会蛮吓人的，对，而且一堆气球就对，所以你说更难共遇了，其实你会想放弃吗？过程？当然有啊，我想放弃的次数就是数都数不清了。对，不过还好，现在其实大家现在在一起，其实也会互相鼓励，对不对？对，互相支持，对，聊聊心得啦，对啊，创业的一些共苦，像假设啊，像。过年就比较少人结婚，那我们可以帮忙做些什么？像小龙产品这边，他们过年就是开始邀活动啊，需要人尾牙，然后那个采收也是，对，这时候就是龙马，我们比较清闲的时候就去帮他们，对，就是一个大家互相支援。你的淡季你就可以给片给忘记，对，那个淡季就可以给片给忘记，对。不是说一年下来就是春夏秋冬就变成都很忙，对不对？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结合的是1到12月的在地小农，所以也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农场。对，比如说安永年其实一整年下来其实就会是一个整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就完整了，太棒了。好，其实加油。不过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像你们安永给活动资讯，最后可以去哪里取得？你们有我们现在有2个公开的平台，就是在农村体验这边，像刚刚讲到无惧野炊体验之后呢，会在我们的小田农段粉丝专页会有，然后我们在后龙湾工作坊的，还有后龙大小事这个社群，都会在上面做天楼都请得到，超跑天楼都请得到。哦，整体不过所以来乡亲朋友会讲对你的安永给东西有买兴趣给发，其实就是上网去找，就抽的可以找到很完整的资讯，或者直接来找我们都可以哦。哎呦，今后那个你稍微抵个西瓜，真给又暗后事，你就可以请战富哥就走的，你就抵安永给西瓜请。不过今日非常什么大家来到节目地读了大家的分享，其实苗栗有按盛起嘅事情，好，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安子生。好，乡亲朋友咧，希望大家今日得到嘅资讯都有意思，好，听你下来你要做认同的哦。